財運方面亦都相當一般嘅月份啦，好容易咧就會出現破財啊。咁今個月嚟講咧，整體你嘅學習運咧相當地強勁啊。今個月咧更加係正財運同埋偏財運啦，亦都非常好嘅月份啦，同埋一啲嘅口舌啦、是非啦、麻煩事啦、阻滯啦，亦都會比較多嘅。大家好，我係唐碧霞，咁我今集咧就想同大家分享我哋去到2026年我哋丙午馬年我哋嘅正月運勢啊，亦即係我哋新歷嘅2月4號去到3月4號之間嘅運勢啊。如果大家中意呢條片嘅話咧，咁就記得要 like 啦、subscribe 我 channel 啦，同埋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睇啊。有任何問題咧，亦都可以喺下底嗰個留言嘅。同時提提大家啦，咁啊唐碧霞馬年運程書嘅第2版咧，咁就已經咧就上咗架啦，咁希望大家咧就可以多多支持啦。同時如果想揾我嘅朋友咧，亦都可以嘟上面嘅 QR code 啊。首先屬鼠嘅朋友啦，嚟到新一年啊，雖然咧今年咧你哋咧就係一個沖太歲嘅生肖嚟嘅，不過咧去到正月咧，你哋嘅運勢咧依然咧就冇受到太大嘅影響啊，因為今個月啦，亦都係你哋貴人運啊相當旺盛嘅月份嚟嘅，咁所以整體工作嚟講咧，亦都係唔錯啊。財運方面主要咧就以個正財運為主啊，所以屬鼠嘅朋友咧一定要好地把握機會啊，趁住咧仲未受到沖太歲嘅影響底下咧，盡量揾多啲錢啊。感情方面同伴侶相處咧，亦都相當地融洽啊，大家記得要互相包容多啲啦，咁就自然咧可以咧走得嘅時間就會比較耐啲噶啦。至於健康運方面啊，暫時咧亦都係大致上良好嘅，咁平時咧亦都要注意一下飲食啊，千祈咧唔好食一啲太過熱氣啊、隔夜啊、生冷啊呢一啲嘅食物咧，亦都要避免啦。屬牛嘅朋友啦，嚟到農曆嘅2月份啊，咁你今個月啦，亦都係學習運比較強勁嘅月份嚟嘅喎，所以咧亦都可以報讀一啲啦同工作相關嘅課程啊，咁啊自然咧可以提升到自己嘅整體嘅素質啊，同埋你嘅能力啊。咁至於財運方面啊，今個月咧亦都係上好嘅月份啊，容易出現3間貧5間富嘅狀況啊，咁所以財運上落咧亦都比較大啊，所以中意一啲嘅理財啊、賭博啊、投資方面嘅話咧，今個月咧亦都要盡量避免一下。咁至於感情運方面啊，咁今個月啦同伴侶相處咧，亦都相當地唔錯啊。整體嘅健康運咧，咁可能腸胃、脾胃方面咧，咁就要特別注意一下。咁所以咧就千祈唔好胡亂飲食啊。屬虎嘅朋友啦，嚟到新一年啊，雖然咧你哋今年唔係犯太歲嘅生肖之一啊，不過今個月咧就係你傳統犯太歲嘅月份啦，所以工作方面咧成日咧都覺得咧有啲叫做阻礙啦，或者咧亦都覺得咧好似事事不如稱心嘅意思啊，所以咧今個月咧我哋唯有咧凡事咧我哋忍讓落去啊。財運方面亦都相當一般嘅月份啦，好容易咧就會出現破財啊，所以理財投資方面咧亦都要謹慎為主啊，千祈唔好太過咧大花筒啊，如果唔係嘅話咧就好容易咧就係會使錢使得比較多啊，從而咧你哋嘅一啲叫做收支咧就唔會平衡啦。咁整體嚟講啦，同伴侶咧嗌交爭執咧都有少少多啊，亦都建議啦屬虎嘅朋友啦可以多啲包容你嘅伴侶啊，咁你雙方嘅感情咧就自然咧可以越嚟越甜蜜啦。整體嘅家宅運亦都一般，咁所以咧屬虎嘅朋友就千祈咧就唔好去一啲百事探病嘅地方啊，如果唔係咧就會有所影響運勢噶啦。屬兔嘅朋友啦，嚟到農曆嘅正月啦，咁今個月嚟講咧，亦都係你哋工作升遷月啊，所以整體嘅工作運表現咧，亦都非常地唔錯，記得要好地把握呢個機會啊。另外啦，咁今個月嘅財運啦，主要咧亦都以個正財運為主啊，正財運亦都會比偏財運係有所進步嘅，咁所以咧只要努力工作，咁就自然咧得到相應嘅回報啦。感情運方面啊，單身嘅朋友啦，今個月時機未到啊，唯有繼續等待啦。已經拍緊拖嘅伴侶咧，今個月同伴侶相處咧，亦都相當地融洽啊！家宅運方面亦都冇乜需要特別注意嘅地方啊，一切良好。屬龍嘅朋友啦，嚟到正月啦，咁今個月嚟講咧，整體你嘅學習運咧相當地強勁啊，咁所以咧亦都可以把握啦喺新年期間嘅假期啦，學習一啲同你工作相關嘅課程啊，或者咧學習一啲嘅書籍啊，睇多啲書咧，咁就自然咧可以令到個運勢越嚟越好啊。因為成日都講噶嘛，書中自有顏如玉，書中自有黃金屋啊，多啲嘅知識咧就自然令到你嘅運勢咧有所提升嘅。咁至於財運方面啊，咁今個月咧亦都係不過不失嘅月份啊，冇乜太
大嘅收入，亦都冇乜太大嘅開支啊。整體嚟講咧，亦都比較平平嘅。感情運方面啊，今個月同伴侶咧，咁可能咧成日咧都可能出現一啲大家唔了解大家嘅地方啊。建議你哋有啲乜嘢咧，不如開心見誠，主動同對方分享就可以啦。整體嘅家宅運嚟講咧，亦都尚算良好嘅，冇乜需要特別注意嘅地方。屬蛇嘅朋友啦，嚟到正月啦，咁你今個月咧就係個人字相刑嘅月份啦，咁所以人際關係方面咧就麻麻地嘅。不過好彩，因為今個月咧你哋嘅財運咧亦都非常地亨通啊，咁所以屬蛇嘅朋友咧記得咧就要好地把握機會啊，努力啲揾錢啊，因為成個月嚟講咧亦都係正財收入咧，亦都相當地唔錯啊。咁所以屬蛇嘅朋友啦，假設你哋係打工嘅話咧，亦都好容易有個升職或者加人工嘅機會嘅。咁至於感情運方面啊，屬蛇嘅朋友啦，同伴侶相處咧，亦都相當地融洽啊。平時咧，亦都可以主動咧，咁就係出去玩下啦，咁就自然咧可以增進雙方嘅感情啊。整體嘅家宅運嚟講咧，咁可能咯，去到咧正月嚟講咧，可能咧會有少少叫做喉嚨氣管方面嘅問題啊，一啲嘅鼻敏感啊，所以亦都建議你哋啦，屋企咧可以配置翻一啲嘅空氣清新機啊，咁啊自然咧可以解決到呢方面嘅問題啦。屬馬嘅朋友啦，嚟到正月啊，雖然你今年咧就係個犯太歲嘅生肖啊，不過嚟到呢一個月份咧，亦都係雙合嘅月份嚟嘅，咁所以整體嘅人緣人際關係咧，亦都相當地唔錯啊。咁記得咧就一定要好地把握呢個機會啊。財運方面咧，今個月咧更加係正財運同埋偏財運咧，亦都非常好嘅月份啦。咁所以屬馬嘅朋友啦，機不可失，記得要好地把握良機啊。咁感情運啊，咁今個月啦同伴侶嘅關係咧，簡直如膠似漆啊，雙方咧亦都係非常地溫馨同埋甜蜜嘅喎，咁咧亦都可以多啲出愛啦，咁啊自然咧可以重拾你哋當初嘅一啲嘅熱情啦，同埋浪漫嘅。單身嘅朋友啦，嚟到今個月咧，亦都容易結識一啲唔錯嘅對象嘅。咁如果大家雙方覺得合適嘅話啦，亦都不妨可以咧多多發展啊。不過家宅運咧咁就相當一般啦，咁所以咧亦都建議啦，屬馬嘅朋友咧可以佩戴翻大勢至菩薩嘅密宗吊墜啊，咁就希望咧可以幫你化解到你嘅障壓啊。屬羊嘅朋友啦，嚟到正月啦，咁整體嚟講咧，亦都係學習運比較強勁嘅月份嚟嘅。再加埋啦，嚟到新一年，你整體嘅運勢咧，亦都非常幾好啊。咁所以呢一個月咧，主要咧工作方面嘅表現咧，亦都非常地唔錯啊。財運方面啊，亦都係嘅正財運為主啊。咁所以咧，只要努力工作咧，咁就可以賺取相應嘅回報啊。感情運方面啊，同伴侶相處咧，亦都非常地甜蜜溫馨啊。亦都建議你啦，咁平時咧，亦都可以製造一啲嘅小驚喜送俾你嘅伴侶啊。咁相信你嘅感情咧，咁就可以長久行落去噶啦。整體嘅家宅運咧，亦都大致良好啊。不過春天咧，咁亦都咧要多啲注意一下虛濕啊。如果唔係嘅話咧，亦都好容易有啲關節痛啊，甚至乎咧皮膚病方面嘅問題咧，亦都要特別注意一下。屬猴嘅朋友啦，嚟到正月啦，咁今個月咧就係人生相沖嘅月份嚟嘅，咁所以整體嘅工作表現咧，亦都係麻麻地啊。工作方面咧，成日咧都會遇到一啲啦，叫處處不如意啊，同埋一啲嘅口舌啦、是非啦、麻煩事啦、阻滯啦，亦都會比較多嘅。咁所以屬猴嘅朋友咧，今個月咧唯有咧咁就係自己多啲包容啦。至於財運方面啊，今個月更加係財運欠奉嘅月份啊，咁所以任何嘅投資理財，甚至乎一啲嘅賭博咧，就千祈唔好制啊！如果唔係嘅話咧，咁就好容易咧出現啲破大財嘅情況嘅。感情運方面啊，屬猴嘅朋友今個月咧同伴侶爭執嗌交得太多啦，不如咧用一個小聚離多嘅方式咧嚟到咧緩解雙方之間嘅感情啦。如果唔係嘅話咧，你哋咧嗌交嗌得越多嘅話咧，感情咧就消耗得越多啊。同時屬猴嘅朋友啦，今個月咧亦都好容易啦，會整親啊，咁所以第一啦，就千祈唔好參與啲高危險性嘅活動啦，例如啲極限運動啦，我哋咧就盡量避免啊。如果有需要嘅話咧，亦都可以佩戴咧帶日如來嘅密宗吊墜啊。屬雞嘅朋友啦，嚟到正月啦，咁你今個月咧，亦都係多勞多得嘅月份嚟嘅，咁所以整體嚟講咧，亦都相當地唔錯啊。工作方面只要有付出咧，咁就一定有所收穫啊。雖然工作好忙啊，但係咧，我哋都要感恩我哋嘅工作機會啊。同時咧，財運方面咧，亦都係唔錯㗎，因為咧受到玉堂吉星嘅高照底下咧，亦都係代表住啦新一個月嚟講咧，亦都係收穫滿滿啊，亦都係金銀滿屋嘅意思啊。咁所以整體嚟講咧，亦都尚算唔錯啊。咁至於感情運啊，單
身嘅朋友咧，今個月咧嘅桃花運咧，亦都相當地旺盛啊！假設遇到合適嘅對象咧，亦都不妨主動追求啊！已經有伴侶嘅朋友啦，咁今個月啦，雙方嘅相處咧，亦都相當地融洽啊！整體嘅家宅運嚟講咧，亦都冇乜太大嘅問題啊。不過咧，由於工作太攰啊，咁所以咧，好容易出現啲小毛病啊。屬狗嘅朋友啦，嚟到新一個月份啦，咁農曆正月咧，亦都係你哋三合嘅月份嚟嘅喎，咁所以咧，亦都係代表住咧壬午戌三合嘅意思啊。人緣人際關係咧，亦都相當地唔錯啊。工作方面咧，亦都相當地順利啊，亦都會多咗好多嘅貴人咧替你出面解決疑難嘅。財運方面啊，亦都見到有三台貴人星咧，亦都係代表住咧梯級進步嘅意思啊。所以無論係正財運抑或偏財運咧，亦都係通通都有啊。感情運方面啊，咁今個月咧，同伴侶相處咧，亦都相當地融洽啊，咁所以咧兩個嘅關係咧，自然咧可以有所增進啊。不過單身嘅朋友咧，亦都要特別留意啊。雖然你可以認識到啲新嘅對象啊，不過對方嘅背景咧，如果你都唔清楚嘅話咧，咁就千祈唔好咧更進一步啊。如果咪受傷嗰個咧，只會係你自己噶啦。健康方面咧，整體嚟講咧，亦都尚算唔錯啊。不過由於咧工作方面咧太過繁忙啦，所以平時咧亦都要留少少 me time 俾自己啊。屬豬嘅朋友啦，嚟到正月啦，咁今個月嚟講咧，工作運方面咧，亦都非常地順利啊，咁所以咧一定要好地把握呢個機會啊，因為工作方面咧，亦都好容易得到一啲叫做升職加人工啊，咁同時咧，亦都好容易咧有一啲嘅上司啦或者老闆嘅提攜啊，整體嘅財運方面啊，亦都係唔錯啊，今個月咧簡直係八方來財嘅月份啊，咁所以屬豬嘅朋友咧，一定要好地努力啊，俾啲心機努力啲揾錢啊，感情運方面啊，咁今個月咧就見唔到有太大嘅進步啊，特別係單身嘅朋友啊，假設真係想識一啲新嘅伴侶嘅話咧，不妨自己主動啲啦，參加多啲嘅社交聚會啦，或者咧亦都可以報到啲興趣班啊，睇下可唔可以遇到咧志同道合嘅朋友啊。咁整體嚟講咧，亦都尚算唔錯嘅。已經拍緊拖嘅朋友啦，同伴侶關係亦都尚好啊。家宅運方面亦都冇乜需要特別注意嘅地方啦。好，咁頭先咧亦都同大家分享咗我哋2026年我哋嘅丙午馬年咧，我哋嘅12生肖去到我哋農曆正月嘅運勢啦。如果大家中意呢條片嘅話啦，咁就記得 like 啦、subscribe 我 channel 啦，同埋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睇啦。如果有任何問題咧，亦都喺下底個留言嘅喎。咁我哋下集見啦，拜拜。